你皮肤会去角质，那为什么头皮不用？你是不是偶尔脸会去角质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头皮也需要？今天就告诉你为什么，而且1分钟就懂。告诉你以下3件事会改变你的想法。头皮每天分泌油脂，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和造型品残留，久了就像脸上的老废角质，会闷、会痒，甚至掉头发。头皮也是皮肤，油脂加脏污就等于毛孔阻塞。像我有一个30多岁的上班族客人，头皮总是油油的，又会痒。后来我们帮他做了2周1次的头皮去角质，现在头皮干净了，头发也更蓬松了。你可以每周1次用温和的头皮去角质产品，像是有水杨酸成分的，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到专业的沙龙，请专业的设计师帮你判断头皮状况，并且使用适合你当下头皮状况的去角质产品。你有定期帮头皮去角质吗？留言告诉我你的保养方法，下次教你洗发精怎么选才对，教你看成分不踩雷，别走错一步哦。记得先帮我按赞、分享以及按下追踪。我是 Ason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